来看台湾头一辆家己制作的气象卫星“lar风者”，本地初7号要伫圭亚那的太空中心发射，也毋过因为有异常临时取消。伫今仔早起9点36分，火箭已经顺利发射升空了。按算讲，今仔暗时的8点56分，会甲台湾的地面站幕头一届通联。这辆“lar风者”未来是会当来提升风台佮有极端天气的预测。3、2、1, top! Allumage P80, décollage. 要甲火箭发射升空，飞向天顶去。工作人员掠荧幕紧紧看，直前，希望火箭第1节到第3节顺利脱离了后，卫星嘛会当像按算的同款，顺利入去轨道。Confirm it. And there we go. 阵阵的扑克声，大家是满面笑容。因为等真久，“lar风者”卫星总算顺利入去轨道。好事多磨，还是这一句哈咱的这 Triton 已经顺利的进入，看起来是进入轨道。然后我想今天晚上8点会跟太空中心的这个地面操控站做第1次的通联。代志要成功无遐尔简单，因为原底台湾时间初7早起，“lar风者”就要搭阿里安公司的马甲火箭，伫圭亚那太空中心发射。不过发射进前的14秒，发现有感测的数据超标，才会延期2天。雅利安公司他们有发现到有些监测的数值超过了他们容许的值。那究竟确切是哪些数值？他们又是如何排除呢？这方面他们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。这个也是给我们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课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做一个大型系统，事实上必须要细心、耐心跟坚持哈。“lar风者”卫星是台湾头一粒家己制作的气象卫星，其中挂载台湾自主研发的 GNSSR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反射信号接收机，会当执行海面风速观测的任务，提供全球有关风台、剧烈天气等相关的监测。其中有82派的关键零件，拢是台湾家己制作的，嘛体现台湾伫太空科学研究的量能。猎风者卫星在同级的这样的卫星里面，它的效能是最好的。我们总共可以同时接收8组，跟现在最厉害的大概只有4组。我们福卫7号其实它主要的收集的区域是在这个我们的赤道的南北纬附近。猎风者刚好是补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个风速。不过顺利入去轨道，敢若是“lar风者”卫星头一步尔。伫开机了后，也要做电力系统、卫星姿态等各种的检查。按算暗时8点56分，会甲台湾的地面站进行头一届的联络。经过几项详细检查甲测试，才会当正式来执行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